Hello， 大家好，今日呢，我想同大家一齊猜猜一個好多學粵文嘅朋友仔都可能會覺得有啲頭痕嘅學題，就係 I 型形容詞嘅各種變化啦。只要識咗佢，你嘅粵文表達能力肯定會即刻 level up。好，我哋由一個好多人都會犯嘅錯開始。你睇下呢字，坐熱蝦架衣梯，浸日牙痛。聽落好似 make sense 喎，但係喺粵文文法嚟講呢，其實係錯噶。點解會咁解嘅呢？唔使驚，今日我哋就會一齊拆解呢個謎團。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嘅路線圖。首先會了解下形容詞點樣變身，跟住會學識現在式同過去式嘅肯定同否定用法，之後仲會學一個超級實用嘅句式，到最後仲有個終極挑戰等緊大家。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好，第一部分形容詞點樣變身。首先我哋要認識下主角 I 形容詞。其實日文嘅形容詞主要分兩種 I 型同那型，不過今日我哋會集中火力專攻 I 型。咁究竟咩係 I 型形容詞呢？嗱，好簡單，你當佢係所有用 E 呢個音嚟收尾嘅形容詞就得啦。佢哋嘅作用有兩個，一係好似 akalingo 咁直接修飾個名詞，二呢就係做句子嘅謂語，例如 kono lingo wa akai， 意思即係呢個蘋果係紅色嘅。OK， 明白咗咩嘢係 I 型形容詞之後呢，我哋就入第二部分現在式嘅肯定同否定，即係學下點樣用日文去形容眼前見到嘅實物。其實呢，現在肯定式釋形真係超級簡單啊！普通講法就係このリンゴは赤い。咁如果想有禮貌啲，同啲唔熟嘅人講嘢，點算啊？好簡單，喺佢位加個 this 就搞掂噶啦，變成このリンゴは赤いです。係咪好易呢？嚟到否定式就要開始變身啦。不過唔使驚，個規則好清晰嘅，你哋記住呢個三步式就 OK。第一步，攞個形容詞出嚟，例如赤い。第二步，將最後個 E 刪走去，剩翻個赤。到第三步，加上くない。就成功變身做赤くない啦。我哋將頭先變身完嘅赤くない擺翻入句子度。普通型就係このリンゴは赤くない。咁禮貌型呢就有兩個講法。第一個好直接，就係喺後面加 des 變成赤くないです。另一個更加常見，亦都可能係荒謬少少嘅講法，就係用赤くありません。兩個都啱噶，睇你喜歡用邊個就得。好，第三部分嚟到記錄啦，就係過去式。呢度可以話係 I 型形容詞變化最精彩，但亦都係最多人會棘親嘅地方。不過唔緊要，跟住我哋慢慢嚟拆解。過去肯定式嘅規則好簡單，就係將結尾嘅 E 轉咗言 kata。例如寒い，你想講近日好凍，就要變成寒かった。成句句子就係桜は寒かった。咁過去否定式又點啦？嗱，個 pattern 差唔多啫，就係將個 E 變成くなかった。例如你想講近日唔凍，就要講今日は寒くなかった。你睇，掌握咗個規則之後，其實就係日換一咁嘅咋嘛，係咪好有系統啦？好，那這張 slide 真係超重要，我們將頭先學的4種核心變化一次過修下給你看。現在、過去、肯定、否定，一目了然。大家真的可以在這裡 pause 一陣 ，cap 第一個 screen， 慢慢消化下。記住，想講的有禮貌一點，就在後面加 des， 而過去否定的禮貌型，仲可以用ありませんでした。OK， 第四部分，我們啲嚟學一個日常生活超級實用的句式 A 哇 B 噶，學識之了它，你就可以更加自然咁表達自己的感受啦。呢個句式嘅結構係咁嘅 A Y B 噶，再加個形容詞 A 呢就係成個嘢嘅大 topic， 而 B 呢就係個形容詞直接形容嘅主題。例如你想講我牙痛，日文就會講私は歯が痛い。喺呢度A 就係私，B 呢就係歯，而形容詞就係痛い。好，
嚟到最後一部分啦，終極挑戰，係時候將頭先學嘅所有嘢勾埋一齊，睇下你哋係咪真係 get 到啦。嚟睇下呢句句子啊。昨日私は歯が痛かったので急いで歯醫者に行きました。今日は痛くありません。意思係今日我牙痛，所以嗱嗱令去睇牙醫。今日已經唔痛啦。你而家明唔明點解一個嘢裏面會有兩個唔同嘅形容詞變化呢？好，我哋着過睇第一部分，歯が痛かった。點解係痛かった？因為佢講緊昨日，即係今日嘅事嘛，所以一定要用過去肯定式，將提議嘅意變成かった，完全符合我哋頭先學嘅規則。再睇第二部分，今日はトウケガリマセン。呢度好明顯講緊今日嘅情況，而且係否定，話唔痛，所以就要用翻現在否定式。呢度佢用咗禮貌啲嘅種法，トウケガリマセン，表示今日已經冇事，好翻啦。好，最後我哋快速 recap 一下今日嘅重點。第一，要變否定，將い變くない；第二，要變過去式，將い變かった；第三，過去否定就係くなかった。記住，想有禮貌啲就加 this。最後，粗實用嘅 A 或 B 加缺式，一定要大韻契啊！恭喜大家，你哋已經成功 KO 咗 I 成形容詞嘅變化啦。思微即刻覺得自己嘅日文功力又升咗 level 呢。既然搞掂咗 I 成，咁下一步你哋準備好挑戰下喺個 friend 那形容詞未先？我哋下次再聽啦，拜拜。